像咱感谢上帝的名，主要说渴望互咱得到新的活力，咱得到亮光，咱得到盼望。实是咱安尼，咱家己以上帝的面，叫咱家己的过失，叫咱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来显出咱较好。圣经讲，咱到上帝面前爱承认咱家己的罪，伊上帝应允，咱若承家己的罪，会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时请应该会感觉，咱来想，也摆在咱家己上帝面前，祷告。上帝伫即个特别的日子，阮会当来靠伊的圣殿，献上阮的感谢、敬拜、快乐、祈祷。特别即个疫情的影响的中间，阮会当三甲出入，实在是上帝所许许的恩典。即个主过我的日子，阮感谢主你为耶稣基督过我。为即个世上带来恩爱，带来和平、甲光明，然后阮会当用纪念、用悔改反省的心来看主的创造的时。阮嘛会当互全人都会当来学习，阮着用谦卑的态度来面对主的创造。以即个清早的时，阮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就信心来跟进阮。阮知阮家己的罪，因为你有讲忧伤痛悲心，你无要看见。有你赦免阮，无论伫心思意念、嘴所讲的话，以及所做的罪事，得罪你的事。你知阮的软弱，你知阮的溃烂无够力，就是你愿用你的恩典甲怜悯来款待阮，因为你有甲心灵痛悲人的上帝的，要用阮痛悲的心来起舞。天父，阮感谢你，有应允，人若真担的罪，你是信实公义的神。要赦免阮一切的罪，除去阮一切的不义。上帝，阮感谢你，会当除去阮一切的罪，由你恩待阮，帮助阮真侪一个清洁的人，阮来明白上帝是。阮愿意三甲同在来亲近你，看见你的荣耀，领受你的祝福。献上阮祈祷伫你面前，拢是靠主耶稣的名。耶稣，我爱你。
圣经站。咱做伙来用，愿感谢进入伊的门，愿阿乐进伊的面，又感谢伊，称赞伊的名，咱用华语来读。当知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咱那个上帝面前的信，咱无，咱面对家己来祈求。咱首先就阿乐感谢来献伫上帝面前，真侪一个阿乐感谢祭，上帝一定欢喜。所以这是咱来练咱每一个家己的阿乐，甲感谢伫上帝面前，才来开声来献上伊的阿乐。心。
首先咱爱为着后师，为着教师，为着调传道的先生来拜咱祈祷，为伊真侪咱属灵的引传者，来引传咱每一个人，有咱会当伫上帝所授予的道路内底，来坚固咱的信仰。咱为着因祈祷，第二是为着因有上帝所授予信心的启示、文歌以及圣典来祈祷。第二为着因有勇健平安的灵魂体来祈祷。第三，咱为着因有美好的清洁甲保护黑暗的款式来压制，突破受得一切的咒诅，主耶稣的保护会当来遮抗因的成就。第四为着因有智慧有好的体力，有主供应一切所需要，好为咱上足，无挂虑。第五为着会咱得着主所授予的平安，来掌管伊无遮所有的人际关系、合一三条的果活，来伊无遮一切的言语行动，会咱带来信心的好来甲平安。咱三工来开声，为着牧师，为着传道是那些来摆咧咱的祈祷伫上帝面前。上帝，我感谢你，阮从后师、教师和传道，有成实习生来摆伫你的面前。阮知伊是主所爱，是上帝所拣选的路谱。主，你看伊家己，看你家己的路谱最宝贵，也免伫即个世代来完成主所交付伫伊心上的计划。因主来小事伫你所亲自拣选的路谱，有信心的文歌，佮我伫因的心上，也保守伊来脱离试探、凶恶，常常互信心充满。正是也领受对上帝来的智慧、来牧养、训练、教诲，恳求主保守伊伫无用的事奉中间，会当挖靠主有爱。将祈祷的恩典，侪侪加添伫你的路谱，然后会当保持甲主有亲密的灵的交陪，有侪侪时间来聆听主的声音，领受对主直接来启示。恳求主所授予信心，灌到伫因的心上，来互因互信心充满。捌信心的工作，也甲信心相同共。伫服侍的顶端，是满有智慧、文歌、宽平甲能力，要因会当哪有西南喜乐，身体勇健，能力充足，来真侪教会祝福，互有罪忧困，来献起出福音，荣耀主的名，献上阮的祈祷伫伊面前。我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咱后尾为着咱教会中止，一定侪侪主所呼召的人间来祈祷，因为因的服侍也会着侪侪的精进。啊，首先求主会咱坚固因受稳定心志，无惊吓，凡事来求靠主。有信心，也所有的事物甲心里拢会当有准备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恳求主的保护咱结晶，伫咱的教会每一位侍奉者，拢有尊敬伊的心，伊所行的代志有关，会当拢有信格来明白什么是主所欢喜。第三，咱也为着即
正当甲因的家庭会当和谐，保守着守约的公约，因由起嘛，保守伊会当脱离凶恶，甲守约一切的网络，咱为着教会的忠诚，也正。主管方面呢，来为了用钱甲正当讲来祈祷，你亲自来评选因真侪理性的器具，或者因真侪主的同工，来恳求你会当手术因有关于教会的本事，有智慧来做事，来推动教会的正事工，才是帮助因对彼此有够样的了解甲接纳，伫开会时有清楚的沟通甲协调。常时也求主来帮助正当康，因有谦卑的心，顺服牧者属灵的方面，全力来维护牧者属灵的领导。教会中间，当一咱来保守现实所修属合理的心，求主修属正中正当工机构的首长、副长与小组长。拢对主所领受真理的教导的文书，教导甲牧养一员来协助师，来帮助因有敬信祈祷的心，常常用祈祷来为教会的牧者守望，凡事清洁，也愿因伫教会中间、生活中间拢有好的见证甲名声。家庭中间有好的见证，来成就主的好愿景。愿同心来咧，愿祈祷伫你面前，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人要为着教会正会友的家庭来祈祷，几项的代志，为着教会，咱只会当乐意来受着装备。真侪问题来祈祷，恳求主来有比大项的资源、师资，会当让姊妹伫真道的领域会当更较忠诚。第二伫教会中每一个人拢会当有期待来保守圣事所属合理的心来祈祷，当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看别人比家己较强。无只有顾家己的事，也顾虑别人的需要。第三点，即个疫情中间，教会每一个兄姊妹的灵修的生活，拢是稳定，会当有谨慎的心来保守家己，保守着一个世俗来污染。无论伫行为、言语、爱心、信心、清洁等源，拢会当有忠诚，会当荣耀上帝。所以咱即时咱遮每一若这咱开喙来为着教会的正会友、因的家庭来拜咱的。像是会当用主的话互相来劝勉，
特别伫现在社会环境紧张工作压力的中间，帮助即位友的家庭，也有尊主最大的心，经过伫主的旨意的中间，对伊微信的亲人，会当常常关心来守望为祈祷，愿信心感动因的心，互你来接纳主，真侪生命主。愿当时把你祈祷伫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为了教会身体病痛、心情软弱的兄弟来祈祷，为着因的健康、心灵的平安来守望祈祷。圣经内底有写讲，咱该彼此来真侪互相来祈求，互咱会当得到益处。咱提醒来为着咱教会身体软弱的兄弟，特别长辈，特别有注意的兄弟，照咱所在，咱来咧咱祈祷。宣告你是耶和华拉法的上帝，感谢你将你的信仰主耶稣，阮真侪赎罪者，留咱来为通达较侪个，因为伊受刑罚，阮得平安；伊受刑罚，阮得医治。主，阮感谢你的应允，也将教会中侪侪身体病痛、心事软弱的兄弟，摆咧伫主的面前。求你手术注意伊的宽面，来讨伐因伫艰苦中心灵的捆绑，来坚定主你伊的救恩。我们奉主的名来试着收益伊的心中所压制的病痛，愿主的保护与我加强，讨伐因来恢复因的自由。愿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最后，咱要为这来一个祈祷。我在即个新冠肺炎的疫情中间，咱有真侪的软弱，真侪的惊吓、欠缺，所以咱爱常常甲咱为着真侪事来祈祷，免为着不只为着台湾，为着全世界讲，因为医疗的设备有当得到完善、生活的福祉。拢无欠缺，实是咱若要为着侪侪较近的所在，人的心迄个惊吓来拄去，愿会当伫上帝内面得到平安。第三，咱也咱祈求上帝会当有即个病毒，会当咱会当早日来找到迄个来源，阻止即个病毒的蔓延传染，像是咱也为着人，最侪人会当有即个防疫的观念、知识甲行动，就咱知后面即侪人佫无即款的防疫的观念最后是让咱彼此会当真侪互相祈祷关怀，呼吁主来医治，呼吁主来赦免，咱。开车来着，即个病毒，会当即个控制咱家己咱的祈
侪国家甲城市因所需要的医疗甲生活的资源，也加提平安甲惠咱伫第一线的医疗资源的中间，以及侪百姓的心中。求主你会当保守，已经发现确诊的侪所在国家，咱有去人心中的惊吓，保守政府及医疗的单位，伊拢有完善的医疗甲控制即个疫情的方法，来互即个病情会当得到医治。特别奉主来接管，来停止即个病毒及全世界蔓延的即个趋势，小事无论世界的卫生的组织、各国的福建的医疗单位，以及侪病毒的研究的单位，伊拢有智慧甲解决的方法，来找到即个病毒的来源，会当控制即个传播的即个途径，会当互疫情会当得到控制。特别也求主会当保守伫每一个所在，有侪来往的中间，互即个疫情袂阁停缓。因此，阮求你来帮助，阮每一个人拢有正确的防疫的知识甲行动，无看清即个疫情，也无用安尼来享用。阮常时也为主，即个危险的时刻，会当有阮每一个人会当有谦卑祈祷，找求主的心，彼此认罪，互相依求，阮得到主的赦免甲医治，免是阮的祈祷你面前，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的上帝，我的。
一个偌济，也是一个咱通欢喜，也通少年的一个日子。因为主要说互咱来死，因为又国我互咱救亡，又国我互咱所信的无变空空，因为又国我互咱所信的完全。所以咱今日伫咧国偌济的时阵，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也爱少年思想感谢上帝，将着就是圣经赐予咱，伊特别是过顶，伊四个我，互咱所信的，咱去着帮助。所以用这诗歌来思想耶稣基督为咱四个我的迄个美好，甲迄个咱献上的感恩的心。那么用这诗歌用第一个我。
势，咱用这时光来学咱的上帝。
耶稣是生命主宰，是国外主。请接下来用正诗194首，耶稣真正是国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世界所有信主的基督徒，伫即日同心伫学乐敬拜，这是阮心中更较大的感恩，是阮伫台湾即个岛屿大部分的教会业者，还阁会当实际来到礼拜日来敬拜主，来学乐主的国外。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祝福！世界23亿的基督徒，现在真侪人因必须干那留伫厝内，用网络来敬拜上帝。主啊，阮遮的是特别恩典的假日，阮要学乐主你的国外，阮要感谢上帝你无限的恩典，阮珍惜这个敬拜你的时间甲机会。 主，阮求你即时圣神降临伫阮中间，伫阮遮兄弟姊妹做伙组织的时刻，也伫网络内面，阮侪侪共识的兄弟姊妹，阮虽然我当看到彼此，总是阮的心甲主相结连。阮要家敬拜，虽然无澎湃、无热热，总是对身体、阮的着贴、阮的感恩是无限的。 愿主的荣耀伫阮中间，主国我的快乐，深深影响，深深来灌入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我要学习主耶稣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的名，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何日带阮进入去？ 就叫阮他们礼拜，因为国、权力、荣耀拢是
安借着清安，啊要小啊搁甲咱以啊调节吼。头一个牧师爱招咱大家感谢上帝，今仔日过偌济，会当像咱安尼来礼拜天敬拜主的，全世界500%，所以咱是特别恩典的百姓，感谢主。啊，所以咱这个时阵大家伫网络内底，咱才会听做做伙讲，愿主各我的几力甲利益好无？来做伙来用拱手来，愿主各我的几力甲利益三甲利益。啊，有愿牧师较啰嗦啦吼，因为咱逐个入来，啊要。后正面倒边有一个人咯，若有一个人就表示伤客啊。西法过2拍2个安尼就对啦吼。来，咱这边后壁面遐伤客啊，来啊遮吼，安尼好，就是前后左右拢无人就对啦。吼，来前后左右拢爱有人，安尼就对。咱今日搁偌济感谢主哦，有较济人来，啊咱楼顶搁较热吼。啊，你若坐愈远的，表示讲你愈有利息就对啦。哦，较早是讲坐愈晏愈好，啊，即是讲坐息较较低，啊，咱互伊下咱的政府的规定。咱遮招待当中有咱算一下，楼顶差不多几个人，楼骹几个人，若超过100个，咱该请你去楼顶，安尼吼，表示咱足遵照咱政府的规定。吼，啊，无有一天政府讲袂使来，啊，咱连来都袂使，啊，所以咱遮当中小可算一下，吼，即个4楼遮吼。4楼遮有人无吼？有100个无人吼？若伤多吼，咱去你楼顶，啊无你伫3楼看转播安尼吼。感谢主，虽然咱无圣歌地唱足侪首，毋过咱嘛是足欢喜的庆祝耶稣过活吼。来，咱甲时间交互咱的师会一定对了。这时，请咱三甲来启应文第6篇，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限制。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驶。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你听世间人，互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为阮来出世，也为阮被钉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洗净阮拢总的罪，互阮通甲上帝和好。总是主上帝，求你怜悯阮人类，因为阮的骄傲、贪婪、自高、误认为高科技甲财富会当带来搁较好的品质，也会当超过一切，互骄傲的心渐渐离开上帝，来得罪你。对即摆武汉疫情所带来的伤害，人实在无法度控制，
经济崩盘，封国封城，息息济济，惨不忍睹，全盘皆输。总是愿知，主你对阮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毋是降灾的意念。凡事拢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愿深知上帝你是阮永远得闪的所在，你是阮永远的拯救甲帮赞。伫洪水泛滥的时，你犹原坐地做王，你要坐地做王，直到永远。亲爱的主上帝，即时属于你的百姓，因为即个大灾难，互阮无法度通做啥物，阮只有不约而同，做伙起来反省、自卑、祈祷，转离阮的罪，同心合一，谦卑来超找你的面。求主将阮甲厝内人分别做成，当病毒无孔不入来侵害阮的时，求主保护阮，人民医治即个土地，甲遮的百姓，医治即个世代，毋通互阮流离失所，亲像羊无牧者一样。求主伸出大能的手，来阻挡病毒的侵害蔓延。求上帝赐智慧能力，予医药界来早日发明解药、甲疫苗，也帮赞遮个护理医生、遮个人员有圣神做因随时的帮赞，有耶稣保护的热坎，予因有气力来面对所染病的遮个人。也求主紧紧来结束即摆的灾难，恢复你创造宇宙万物的次序，诚做美好。也恳求上帝，求你大开福音的门，予失丧的灵魂得到救恩的快乐，兴起教会来承接主的大使命，予主的旨意诚做即个世代，予主的旨意成就伫即个世代，亲像伫天日。今仔日是过活节，我们奉耶稣过活的名来宣告，即个世代的苦难就要过去。主耶稣的过活的大能，要拯救阮脱离一切的惊吓、病痛甲不安。感谢主，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今仔日无论伫倒落，甲阮做伙参与敬拜的兄弟姊妹。做伙来领受上帝的怜悯、恩惠甲慈爱，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我，主求你怜悯。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书24章第1节到第6节。礼拜日透早，天要光的时，遐个妇人人带因所准备的香料去墓地，因看到石头已经对墓割开，就入去。毋过找无主耶稣的遗体，因为着即项代志，硬去，毋知要安怎的时，忽然有2个人穿光影影的衫，徛伫因的身边。遮个妇人人非常着惊，面趴落涂骹。迄2人甲因讲：“恁是安怎伫死人中间伫找活人？伊无伫遮，已经过活。”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17节。既然阮所宣扬的是
基督已经有对死人中搁活，恁中间哪会有人讲无死人搁活？若无死人搁活，安尼基督就无搁活。若基督无搁活，安尼我所宣扬的是空空，恁的信嘛是空空。安尼，阮就是在为上帝做假见证，因为阮见证上帝已经互基督搁活。死人若搁活，上帝就无；死人若无搁活，上帝就无互基督搁活。若死人无搁活，基督就无搁活。基督若无搁活，恁的信就无路用，恁就还伫罪恶中。以上，请圣歌队献诗。献诗后，要请牧师讲道。今仔日牧师要讲道的主题是“搁活救主，生命新模，复活救主，生命新貌”。即时请圣歌队献诗。
欢迎来这位大家搞早平安，真感谢主，咱伫过偌济时阵会当兄弟姊妹无受阻挡，真顺遂，会当来到伫教会来敬拜上帝，这才是上帝无限的恩典甲祝福。因为伫今仔日即个过偌济的时刻，全世界遮侪国的国家，真侪拢封城，袂当出外，嘛袂当去到教会敬拜上帝。伫即个台湾嘛有真侪教会，因为因有特别的缘故，嘛有采取无来举行即个实体的礼拜。虽然咱今仔日参加人数算袂少啊，不过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就是咱会当伫遮只敢若挂口罩。就会当专心伫遮敬拜上帝，毋知有偌侪人付出因的努力。咱的国家的防疫人员，咱国家遮医疗护士人员，毋知付出偌侪心血。意思是因毋知用偌侪的努力，才换得咱现在也会当伫即个所在。所以咱爱心存感恩的心。也为着咱即个国家的防疫，为着咱侪医疗人员因用专业的知识，伫危险的中间，又愿意替咱固守迄个疫情无去蔓延，这才是咱台湾人的恩典。咱真侪兄弟，我相信你通过新闻媒体有种感觉啦吼，讲从来毋捌台湾人感觉讲遮尔尊荣感。会感觉讲咱台湾足幸福的安尼就对啦吼。即款的幸福毋是短暂的，望是咱兄弟姊妹大家拍拼努力所得来。咱也求主保守经过进前清明节吼，因为大家四过去佚佗，大家是讲遮久无去放风一下安尼大家你也去，我也去，煞变做观光区比咱市内较侪人就对啦吼。政府咧讲。大概这2天若
平安，大概即过来的困难就较少啊。再是这大凡事，因为咱有兄弟，大家足忍耐啦吼，互相真配合。咱真希望讲，咱的限制就到这为止啊，吼。过来慢慢再恢复起来，毋是搁愈严这是咱的祈祷啦吼。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咱拄好是过偌济。这个过偌济呢，我心内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感触啦吼。就是讲，咱以往若是过偌济，拢会尽量安排，愈热场愈好，愈闹热愈好。圣歌队唱愈侪首，感觉咧学老主耶稣的歌啊。有的城市呢，佫特别呢，伫透早哦吼，伫今仔日的透早好5-6点的时阵，去到伫迄个风景区，也是公园，要学习当时耶稣伫透早，佮我遮个姊妹妇女。去到墓里要看耶稣，听见天使甲因讲，伊无伫遮已经过迄种欢喜的心，有真侪的城市拢举行迄叫做早起晨光礼拜就对啦，毋过咱即马渐渐今年的关系，大家拢取消，也是禁止啊。看起来好像安尼真美死啦真美死感觉讲无迄个过偌济气氛。毋过，这互我去想着讲，上帝敢毋是要互咱搁倒转去头一摆过偌济？头一摆过偌济，也无人知啊。敢若迄几位姊妹摕着遮个香料，就是要去甲耶稣抹身躯伊的遗体安尼若听。但是伫迄个时阵，耶稣给我的信息，对伫几位妇人人的见证内面。这个国外的官兵甲开力，虽然无一个人知，也毋过伊的开力一直展现，一直延续到今仔日。所以，这个疫情，互咱袂当安尼遐尔公开活动闹热庆祝。毋过，是毋是咱搁倒转去原起初的过偌济？你有真做迄个见证者无？你有真做迄个上帝所互你？迄个国外开力的传播者，这是咱今日即个疫情的中间过偌济一个感想。咱要三个分享这个圣经的话吼，我要招咱搁复习拄则所读的经节啦吼。路加福音24章1节到6节，这段就是拄则牧师所讲。咱搁做一个复习，就是讲礼拜日这3字吼，毋是当时的话啦，是后来翻译的人解释吼。咱若是看旧的圣经，是讲叫做7日的头一日，所以咱对圣经的知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7日的头一日，就是对犹太人因所讲的迄个安息日过啊，新的一个礼拜周期啊，新的7日的头一日啊，因为安息日已经过了所以就是伫迄个7日的头一日。这个妇女见证着耶稣过讲这妇人人准备芳了，但是看见迄个梦已经石头过开因就入去找无耶稣遗体咱嘛小可会当了解这个知识因为伫中东迄个所在，因为梦毋是像台湾的这个模式也是讲真侪国家伊是乌一个蒙窟棺木。佮放伫土内藏起来，毋是。伫中东迄个所在，因为打扫，因为迄个土较少，所以因是挖一个墓坑。迄个墓坑呢，内面有像一个墓坑安尼，有时咱放两三个遗体然后再用大粒石头对迄个墓坑甲砍掉的。因为因迄个所在已经发展出真好的迄个保持遗体。技术就是咱讲物药芳料抹，所以袂感觉讲咱有所讲迄尸体都凹去臭去袂，因为迄款的技术这是中东迄款的丧礼丧礼的习俗就对啦但是因找无主耶稣的时阵为着这样代志硬去哇啥拢无讲较会安尼
一般对伫死实，大家拢惊甲死过走咧，哪有可能讲连一个遗体也无去咧？而且讲伫遮看见，即个两个人穿光影影的衫徛伫边啊，咱知影讲这就是天使伫迄个所在甲因宣告，讲这会人真着惊，面拍伫涂骹迄两个人甲因讲，恁是安怎伫死人中伫找活人啊？伊无伫遮已经过啊！即个是一个过偌济的缘起点就对啦。世间人知影过偌济是对遮开始，而且是一阵听主的姊妹所发现到的。咱第二段经文呢，咱会通看到保罗用重复的话一直讲哦。有真正读落讲，假是头前读过，那后壁佫讲吼。所以咱佫做点复习，伊讲，既然阮所宣扬的是基督已经对死人中过啊，恁中间哪有人讲无死人过活？保罗是先用基督对死人中过活这项事，要甲这个教会人佫做一遍的肯定，讲恁讲中间无死人过活，但是耶稣基督是有过活，所以这项事已经拍破，这个话已经拍破，恁咧讲的话已经拍破去啊！伊讲若无死人过活，基督就无过活，所以基督是因为伊的过活，互死人无过活这样代志变做是假的。有过活，是因为基督已经过活。伊讲若基督无过活，安尼我所宣扬的是空空，恁的信嘛是空空。所以整个信仰的核心啦，整个信仰就是这句话。基督若无过活，我所讲的拢是空空。因为耶稣看我伫世间讲偌济好的道理，做偌济奇妙的事，但是这项代志无成就，就安尼，伊只不过是一个传奇人物安尼尔定。所以15节讲，安尼阮是得为上帝做假干净啊。若是耶稣无过活，亲像咧假干净啊。因为讲，阮见证上帝已经互基督过活，意思是讲。阮讲即句话，毋过无事实，安尼毋是阮咧黑白讲的吗？空嘴报纸吗？还讲死人若无过活，上帝就无互基督过活，所以伊就是用即个话反复一直咧做澄清做肯定吼。所以若死人无过活，就基督无过活。基督若无过活，恁的信就无路用，恁就还伫罪恶中。用即个要甲咱三甲思考。伫讲话这中间，咱一个理智上甲信仰上的思考啦吼。拄则因为要读经文，所以牧师先讲了啊。今年的讲话这全世界拢伫即个新冠病毒威胁的下面，减少着迄个庆祝的气氛啦。也毋过，咱人讲伫无共款的中间，有时咱讲物极必反，有时伫迄种无方便的中间，迄个困难的中间，你会感觉到哎呀。好像就倒转去是第一个过偌济。有时咱伫这一两个月有兄弟咧庆祝迄个生日对无好像也袂当招朋友来开 party 啊感觉真美事真少。但是有时颠倒互你感觉到，生日的意义是啥物啊？我会记食牧师定咧甲我讲较早因伫庄脚的时阵，若生日妈妈煮一粒鸡卵就感觉足欢喜感觉讲哎呀，我实在足珍惜的，这生命是对妈妈来互我有这个生命，足感恩的。一粒鸡卵是要算偌济？但是迄种的感恩的心，甲讲你遮澎湃，遐热热，但是无迄种感谢，迄事实无一定较好。所以期待咱伫今年的过偌济，你会当伫你的家己的日记内底，你家己的圣经的空白的所在，伫你家己的周报内面记录讲，你今年伫即个疫情的威胁的下面，你对过偌济的感受。但这个图片是咧讲起拄则迄个故事，讲礼拜日头一日天曝光的时阵，这个妇女去看耶稣。这也是迄个图片啦，7日头一日，这个妇女去看耶稣。这拢是迄个空的梦的图片。历代真侪画家画出这个真水的图，拢咧讲起这项代志。
妇女因亲自看见耶稣的告话，这拢是安尼看到，互咱较有印象、较具体就对啦吼。这拢是一个上顶的图画，伫迄个所在咧，互咱了解这项事安尼。我讲，因为无法度人办遐闹热、遐庆祝，我会去记着讲，咱进前吼，进10当前，也是20当前，伫美国一间足出名，伫甘关吼的一间水晶教堂吼。哇，这间教会是迄阵差不多美国前20年中间上出名的一间教堂，因为规个礼拜堂拢用迄个水晶玻璃甲起来。所以会当对内底看伫天空就对啦。吼，因逐年吼过偌济，也是圣诞节吼，因是演戏足闹热的就对啦。规个甚至甲迄过偌济时阵，甲迄骆驼啦、甲马啦、甲迄羊啊，拢牵入来咧，等于哇有够办啊，有够请赢就对安尼吼。足侪人拢爱看因迄个圣诞节，也是过偌济的节目安尼。但是今仔日全美国无一个所在会当安尼做，因为因只好会当用视讯也是银幕伫遐来做。但是安尼会减少咱对耶稣基督告话的信心无？无会啦，是要搁倒转来，咱讲返回初心，你要转去原始耶稣告话意义是啥物？因为头一遍的告话这也无人伫遐咧庆祝啊。只是有人看见这个神迹甲奇妙。咱搁倒转来这个圣经的教示，主耶稣降生到伫这个世界，就是以展开救赎人类的第一步啦。意思讲，咱伫12月25咧庆祝过偌济，只不过是以耶稣来到世间，伊道成肉体，毋过迄是第一步。请会记哩，今仔日咱咧庆祝耶稣的过话，才是伊救赎的完成。迄是起头，这个是完成安尼。所以，咱会使安尼讲，那主耶稣无受死，甲告话，安尼伊伫世间真侪奇妙的事业，结果是更加一寡传奇故事啦吼。咱来足爱看迄古装的戏剧，咱足爱看一寡安尼足出名的小说，是因为伊内底写甲，互你感觉讲哇，活灵活现安尼。看《三国演义》安尼，关公偌厉害吼，聪明偌聪明安尼，孔明偌聪明这就是因为你会感觉讲哇，这故事吼我平常时看袂到的伫迄个故事内底看会到。若假说耶稣行的这个事，你结果是安尼尔定，安尼感觉讲足神奇对毋对？毋过安尼无够。那耶稣无讲我遐个故事，只不过是历史中真侪遐个人讲神奇传说内底一部分定就对啦。所以，那耶稣无过我，无死无过我，伊来世这经历，只不过是亲像风云人物亲像明星一般亲像一阵风过去。那像咱台湾的戏剧定咧做啥物乾隆下江南，毋知偌厉害就对啦。伊逐项代志拢做成功就对啦。这是即个你讲故事的话题尔嘛，吼。这世间足侪即款故事咧，所以。咱回归伫耶稣基督告话的上重要的关键是讲，主告话除了是救赎的完成以外，更较重要是伊救赎的大关联啦。告话是2000年前迄阵妇女看到的故事但是迄个甲咱什么关系？重要是伫遮是主救赎迄个关联是超越时空的就对啦。迄个告话毋是一件代志。毋是当时发生的事，是迄个告话的能力一直延续，无断。是啥物原因？是因为圣神的同在，圣神互耶稣基督告话的能力一直延续到伫今仔日，对伫所有遐愿意接受耶稣告话的信仰的人的中间，所以是超越时空，是世间人永恒的盼望甲能力。这个才是咱伫纪念过偌济，迄个上界有意义，而且是有效，对你有实际，甲你有关系。
但兄弟姊妹，咱拢知影讲过活节，咱当个用一寡，因为年代已经遮久啊吼，各地拢有遐庆祝过活节迄款的上顶的物件。啊，咱今日咱看头前吼摆遮济遮卵吼，啊那即个卵看起来啊都粗俗，啊毋过是安那，咱用即个卵来代表耶稣过活呢？实是咱知影讲，即个过活节咱常常伫咱台湾看会到的上顶的物品是过活节即个卵。啊，可另外一种是安那呢？叫做六角树，毋知咱看过，足侪人吼伫咧庭院就爱种即款树，迄树吼看到变化足大，啊有人家叫做鸡卵花啦，因为伊是外表变化，互你感觉讲差真大吼，啊所以象征新的生命的突破，啊甲生命的神魔，啊所以有真侪人会当用一粒小小的卵啊做真侪艺术啦吼，即款过活节卵安尼，哇，毋知用偌侪功夫落去做的就对啦吼。咱刚才看到伊安尼做，咱讲哇咧，迄是足有心啦吼，足有路的就对啦吼。啊，即拢是哦吼，啊拢是遮过活节卵啊水甲，互人感觉讲变艺术品就对啦吼，变艺术品安尼。啊，这是传承遐尼久过活节的故事。真哩，即粒卵看起来定定，但是伊内底有生命。啊，伫鸡啊咧孵的中间，也是现代人用遮现代机器。即个壳会破去，一只鸡啊会对壳内底走出来，你会感觉讲迄个生命的奇妙，啊，伊咧象征耶稣对亡灵搁出，吼，甲即个卵壳，吼，迄个鸡啊甲落破，啊，真有意思。搁另外一种是鸡卵球啦，吼，啊，咱看见伊这一支像六角安尼，啊，这已经布个啊，啊，若无布个时阵，都一支。亲像大鸡共款，你嘛袂感觉讲，啊，到底即丛树有啥物稀罕啦吼？但是慢慢，伊变化，开始开遐尼水的花，啊，你会感觉讲，一个亲像高大的树，啊，才变做开遐尼水的花，互你感觉啊，迄象征一种生命的能力甲开力就对啦。啊，有人就用六角树吼，甲做一种。装饰品，吼啊，住伫厝里，讲听讲姊妹就爱用这，因为顶管拢遐吊你的鱼钩啦、链啦，啥个啊，拢袂去，是要找拢找有就对啦吼。啊，这种家饰用品，啊，咱是安那会当用这个，是咧表示讲，咱对耶稣过活的这种理解，伊突破迄个困境，伊无搁互世俗束缚就对啦。兄弟姊妹，咱。基督徒因为相信主过活，咱感觉讲足自然的。但是有真侪人对主的过活有疑问呢。啊，大概咱若对这个事内底，会当对这反倒转来思考就对啦吼。反倒转来思考，你就会当知影讲哦，啊原来即款情形有真侪人会做即款的理解吼，有做即款的理解。啊，咱会当来实际来想就对啦吼。啊，即个头一个就是讲，过活敢是真实的？主过活的真实性，主过活敢有真正发生？吼安尼，啊，所以有人有即种理论就对了。第一个理论叫做幻觉，啊，迄是当时遮个学生吼，种虚幻的，啊，假当作真的就对啦，叫做幻觉论啦，吼。啊！但是咱若注意看《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60安尼讲，《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60讲，就是照圣经所记载，基督为着咱的罪死埋葬，搁照圣经所记载，伊第三日过活。啊，伊讲照圣经记载嘛吼，但是伊搁做这方面的证明哦。伊讲，伊有对彼得显现，搁对12使徒显现，后来伊有一摆对500外的兄弟显现。遐个人有诶已经死，毋过大部分人还活着。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伊讲哦，圣经是安尼讲，啊，迄阵都无人伫遐，都敢若遮姊妹伫遐嘛，对无？但是咧，耶稣有过活50到60安尼见证，讲伊有甲彼得显现，伊有甲12使徒显现，伊阁有一摆500个人兄弟姊妹显现。伊要讲诶意思是讲，迄都毋是2-3个人哦，家己秘伫厝里，家己制造一个新闻吼。啊，死鬼甲人传播假消息啦，无
这个人是亲身做见证，而且这个人大部分了活的。意思讲，保罗咧写这个圣经哥林多的时阵，也有真侪人，就是亲自见证，安尼就对。啊，所以圣经记载差不多11摆记载耶稣过我显现啦。伊讲，那假使这个见证者有幻觉，哇，大家拢有幻觉，你毋就世界上出名的魔术师，逐位拢甲你骗到最后。有啦，今仔日吼有真侪迄个骗子吼，足厉害呢。骗人讲你投资偌济吼，啊你就会趁偌济，吼，足侪人相济。啊，毋过到尾会恍然大悟，对毋对？到尾就爆发出来啊！啊，迄个骗子王掠去关啊。但是即阵到即阵2000年啊，2000年啊，若是卡出一个谎言，那有可能暗砍2000年呢？所以意思是讲，你批评人幻觉，是你家己有可能家己是幻觉才对啦吼。好，啊，佮第二是讲，保罗讲，哥林多记载讲，门徒10个门徒甲彼得，啊，佮500个人拢见证耶稣过啊。而且，这个人到现在也活的，从伊咧写这个圣经的时阵，伊甲哥林多教会人讲，这个有一个人话，意思讲，你若无相信，去问伊啦，这个人拢有看见耶稣啦，伊过我耶稣啦。第二项是讲白贼咧，刁工讲白贼，拄则迄是幻觉哦吼，即嘛则是讲白贼，因为吼，因的理解是讲啊，门徒伊就甲耶稣斗阵感情足好啦，啊无想讲耶稣说到最后去死伫十字架顶呢，啊因伫足遗憾足悔恨的即个下面，啊就刁工制造一个无爱接受事实啦，接受刁工假一个耶稣搁过我起来的故事，啊要互人听安尼啦。但是咱做看有讲。500个人要安怎同声同喙讲白贼的？吼，敢袂讲一半也讲毋对去，闹交去啊！吼，啊，咱遮头100几个，啊，敢袂讲牧师讲一句，叫恁拢照安尼讲，你出去吼，牧师讲5字，可能你变6字啊啦，无一定的标准嘛。那有好可能讲500个人讲同声的话。啊，佫一项上界会当印证的事实是甚物呢？初代信徒。因敢有需要为着即个白贼话忍受压迫？为着一个无事实的事，啊，我甘愿受压迫。我甚至为着即个无事实的事，我去顺道。世间人无人遐戆嘛，啊嘛无人遐尼会坚持啦。伊既然是假的，你哪会当做我比较真的较真呢？啊，甚至重要的是，即个假的故事佫传播愈大，福音愈传。啊，这个完全超出咱的逻辑嘛，超出咱会当理解的事实。安尼用这个话来反证讲，啊那耶稣无过我，什么是过我？因为事实是耶稣的过我已经验证伫这门徒，而且这门徒用着毋惊死，为着拼命，为着以顺道来见证耶稣过我，因为耶稣的过我，才互伊有这款气力啦。耶稣的歌才互伊有即款的能力甲信心啦。耶稣的歌才互伊会当伫迄个压迫的中间，犹原当冷静，伫迄个西血的中间，伫迄个含落伫加罗的顶面，甚至要对耶稣互人顶死的家中间，犹原唱歌学罗主啊！即个代志对古早到今仔日要继续的发生。那咱能了解讲，初代信徒因足热情，吼，伊有耶稣国外的信念甲热情。但是伫当时会当反变，迄是无简单哦。因为因甲犹太人的安息日，咱拄则圣经有读到吼，伊讲是7日的头一日，啊，你表示迄日根本都毋是原来犹太人的祭期啊。因为开始第一日就是开始要做工课啊嘛。但是竟然基督徒有法度人甲几啊千年犹太人的习俗安息日改做礼拜日。就是安息日是拜六，咱即换今仔日礼拜日咧敬拜上帝。因何米苦要甲犹太人的礼俗安尼甲反过来？迄阵阁是受压迫的呢，吼，迄是300几年后罗马帝国来承认基督教，才会当公开信耶稣啊。但是因竟然为着要一个谎言啊来改。耶稣过我，啊，佫用日来敬拜上帝，阿罗上帝。吼，意思讲，无人有迄个气力啦，啊，佫持续遐尼久，因为伊要颠覆犹太人
传统的革命呢。所以兄弟姊妹，主告我是基督教信仰甲教会的根源啦。所以圣经咱所读的圣经，就是用耶稣告我的真理结合做伙，互咱今日这个教会持续伫遮，咱有法度人理直气壮为主来做见证，因为咱是用耶稣基督告我做根基来建立教会。你讲什么人组成一个什么会？2000年来，这个会继续一直蓬勃发展。迄个规律，若是干那一个活动，一个闹热，老早就无去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告我圣神的做工，历代有一群人、济人经验着告我的规律，所以一直用伊的生活、用伊的讲话、用伊的工作、用伊的见证，继续咧为着这个告我这来见证。但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是讲，那安尼，你讲这个事是真的好这个毋是假白贼，也毋是反影，但是甲咱有啥物关系啊？耶稣告我甲咱有啥物关系？这才是重要嘛。因若甲咱无关系，耶稣告我嘛是一个传奇尔嘛。所以告我这有啥物意义？告我若是真正有告我，甲咱的生活有啥物关联？咱要用安尼来讲，就是讲告我伊是有规律的。有带着能力的，因为伊会改变生命。诗篇98篇1节讲：爱援主唱新歌，因为伊行奇伟的事，伊用大能甲神圣的力量赢得了胜利。这段是中文的，因为咱的这个大纲内底敢若一项用中文表达，但是咱台语咱当安尼读啦吼，较熟啦吼，就是讲恁着援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互伊得到胜利。这是这个台语咱读了较顺啦。这是华语的吼，讲唱新歌，因为伊有行奇伟的事，伊用大能甲神圣的力量赢得了胜利。表示讲，咱的唱新歌，毋是黑白唱的，想到的，灵感来的，是因为咱确实经验到上帝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有得到胜利，所以兄弟姊妹，是嘞，唱新歌毋是讲建一条新的曲，比如讲咱的圣歌队咱的指挥因逐摆拢有啦，咱的指挥啦，咱的年轻长老啦也是美娟老师，因会感觉讲吼，若拄着要献诗就开始头疼，爱想看有新的歌人唱无，旧的歌真好，袂使定溜爱换新歌，但是。伫圣经在讲，这个新歌毋是干那唱一条新的曲，而是找一个新的歌手来唱。因为这条新歌的意思是讲，你已经伫主的内面经历着荣耀胜利生命的改变，你才唱的。你唱的这条歌是对生命唱出来，毋是请一个歌手来唱一条新的歌。所以唱新歌是表示讲，较早迄个旧的歌。已经无法度表达我的心情啊！我要对主唱新歌，这是这个圣诗的这个诗篇的意思。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正兄弟姊妹，无论你伫现场做礼拜，还是你伫网络内面，这拢无影响，因为各我的开力是超越时空嘛，各我的开力是透过圣神一直甲你同在，所以咱要学习这个事。第一。咱领受告我的能力，咱就是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代志。啥叫新的眼光？毋是去换一粒新目睭呢？是因为你看真侪世间的事，因为有耶稣基督告我的眼光，你拢看做无共款。足侪代志有意义所以咱的圣经这个读经手册，咱嘛叫做新眼光读经，就是表示讲，咱会当伫这个世俗的事的中间看见新的代志。看见上帝伫咱心中所显明的迄款的应允。第二，告我的开力会互你改变你心内的个性，甲你心思意念。因为告我，你愿意为着对得万分的对象来代祷甲祝福，为着万分的对象你的对得，你愿意为着伊祝福。我毋知影咱兄弟的确足侪人拢看到。这2日的网络的新闻咱伫英国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叫做林威伊用4分钟的英语安尼，乐乐叫甲
甲迄个谭德赛安尼，甲变倒转去吼，啊，准备做新闻人物，啊，无拍算讲，足侪人咧讲伊新闻人物的时阵，去发觉到伊的家庭是拄着一件台湾足严重的社会新闻，因为伊的阿公，即个林威啦吼 ，Vivian， 即个阿公是互小三拍死的，到尾伊的阿嬷嘛是互。就是讲，阿公甲阿嬷拢死伫凶杀案就对啦。啊，伊的老爸对伫一个孤儿，对着拄着即个苦难的事内面，后来伊信主，伊信耶稣，后来伊欢喜原谅，就是原谅即个小三。就是讲，伊的老爸吼，迄个就对，伊的小三就对啊，所以伊即个照讲是。伊上有理由通怨恨即个人啊，伊互伊家破人亡嘛。但是因为伊对得到信仰，伊讲伊愿意原谅伊。即个快乐毋是人讲啊，你放下哦，较好讲，是呢上帝的能力，互即个叫做林良贤的款，即个兄弟，伊有伫 Good TV 改成有做见证。有报纸甲访问，伊讲我因为信主，所以伊变做换伊的故事，得甲人讲，我是应该世间上会当用仇恨来报复的人，但是我愿意原谅别人。啊，所以上帝嘛足奇妙，借着即个查某囡仔吼，啊咧回应谭德赛，啊煞变做因爸爸的故事，煞变做最近煞大家咧流传。但即个生命的态度的改变。毋是吼，来自本身啦。就是讲，我原来会安尼，毋是，是因为你有对各位耶稣基督，你才有迄个快乐。意思讲，有时咱会挣扎，讲我敢真正要原谅伊，我敢真正要包容伊。啊，即个人吼对我就定定安尼，甲我高甜啊，甲我这就麻烦。是安怎我爱原谅伊，我要接受伊。所以咱伫教会是一个试验场，你敢知影？因为耶稣基督告我的快乐，就是要互你试验看，即个上讨厌的人，你有法当接受伊无啊？啊，你毋则是耶稣告我的快乐，有法当伫咱教会实施。啊，咱会友兄弟姊妹，大家个性百样啊。啊，毋过我因为耶稣基督告我的快乐，所以我有法当人超越即个。安尼，即个教会都是活我的见证啊。兄弟姊妹相疼，是疼入心的，毋是一种假的。啊，迄个快乐就是对耶稣基督新的生命。主告我大权能，也推动咱去做照世界人本性袂去做的代志。意思讲啊，照人讲自私啦、顾家己啦，吼啊，别人的代志啦，伊的代志啦。但是咱看，包括即个武汉的疫情、新冠疫情吼，真侪人愿意做遐个本来伊应该做更较侪事，这是因为有时是信仰互伊的快乐。所以，国我的能力的运行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啦。互咱当牺牲愿意、无怨无悔为主来服侍。咱可爱咱讲拄则牧师所讲的，国我的能力的运行，引带基督徒毋惊染疫的风险，志愿参与医疗、服务、甲关怀失丧的人。像咱顶日所讲的即个意大利即个神父，伊去关心伊的信徒，他染着病。染着新冠病毒，但是伊讲，我遐尼老啊，我甘愿吼，甲呼吸器让互别人，让我少年人救会起来，啊，伊甘愿接受上帝的安排，到最后伊就失去生命。即个美国的老医生，伊志愿佫倒转去第一线，要照顾遐有病的人，甚至伊佫写一张遗书，讲，若我无细日去染着病。请你犹原甲对个神父共款，呼吸器、遐救命的器材，承让互别人。你看，即款心的人，你就知影讲，上帝恩典甲开得遐尼大。最后一项是，国外的能力，会互咱引带咱去传福音，去对遐个无熟悉的人、偏僻的人传福音，啊，到偏远的所在，啊，这互咱感觉讲心内足。感动，我拄则无讲，咱台湾人毋捌，从来无感觉，就讲咱即阵吼，足有尊严感，足有幸福感。是因为
咱毋若是台湾伫遮生活，真足快乐、足平安呢，咱阁会当送口罩互别人呢。啊，讲吼，意大利的一个神父伫罗东的即个老神父哦，伊感动啊流目屎，讲吼伊的故乡哦，遐侪人死死啊，即马吼，想讲会当无寡钱吼，1-2千万啊，去帮忙我的故乡无拍算几日尔，1亿外，吼，即个罗东即个神父伊讲吼，毋免啊，毋免过来啊，有够啊，啊，这敢毋是一个新者？因为即个神父奉着主的名，到偏僻的台湾传福音。今仔日咱用加倍来回报。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讲一个小故事吼，来做结束。主告我的大权能，真做一个改变生命的主，伊改变生命。这个故事可能咱捌接触过，但是我简单讲。2009年的时阵，联合国有针对1975年到79年，迄个时阵有一个叫做红色高棉，啊，有人甲翻译做赤柬吼，遐高阶层的人，因为因有实行遐足严肃的、严重的暴力，啊，因成立一个战争的法庭就对啦，要审查遮的当时遐领导者，咱知影迄个叫坡布政权有无？咱台湾人啊，翻译做坡拍，还是坡布政权？啊，中间头一个审理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典狱长，啊，人家称呼做是刽子手，叫做康克尤。啊，有人因为迄翻译无共款，有人讲伊的另外一个名叫做康贵伊啦，有的叫做杜赫啦，吼。啊，牧师用其中的一个代表名称就好。啊，是安那？即个代志都发生一段，你看2009年到迄阵1975年遐久啊，那会迄个时阵才有人要来审这的战犯呢，吼，有原因啦。因为吼，咱先讲即个康克尤原来是一个老师，但是后来吼，有人招伊入去红色的高棉。啊，是咱即个叫做 Cambodia 吼，啊，即个柬埔寨，伊主管一个部门就是特工的部门，特工的部门就是间谍的部门就对啦，特务的部门叫做圣特波。啊，这圣特波后来成做即个红色高棉的一个，咱像德国迄种盖世太保共款，伊的代号叫做 S21啦。啊，事实迄阵吼是设伫一个金边即个因的首府南部的一个区中，啊叫做托斯楞安尼。啊，这圣波特吼，即个所在是迄个赤色高棉在统治的时代，处决2万人，意思讲入来无一个活的，剩7个人活。啊，迄个主事者就是即个人。啊，所以今仔日若有捌去高棉参观的人吼，牧师是也毋捌去啦。即个圣特坡原址正做柬埔寨的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咱讲的东南亚的奥斯威辛。奥斯威辛就是德国当时屠杀犹太人的一个纪念馆就对啦吼。啊，谁那会诚心问即个呢？原来1995年有一个柬埔寨的牧师，啊，伊已经归属美国籍，啊，毋过伊是柬埔寨人，就对高棉人，叫做克里斯多佛。伊为着一个家己称作罪孽足重的国家的干部势力，伊是讲，伫伊咧报道中间有一个人来找伊，讲啊，我罪足重，啊，我要信耶稣，你甲我势力。啊，想讲哦，啊，伊家己要反悔啊，介好，啊，伊嘛毋知影伊啥物人呢？啊，这个人定期来听报道，后来决定受洗，伊是讲伊要为着家己的罪恶的灵魂找到一个归宿啦。啊，就安尼经过几啊冬哦，伫1999年，一个香港的记者叫做尼克，伊伫柬埔寨这个所在，伊咧访问伊足趣味，当时害遮的高棉人几百万人死，这阵恶魔嘛，伊要找消息就对啦。伊竟然去访问到即个愿意接受访问就对啦，即个康克尤啊，所以整个迄个屠杀的消息开始
爆发出来啊！进前拢无人知，但是无证据啊！啊，原来这个人就是因为伊4年前伊信耶稣，所以伊愿意出来承认伊的过错，伊家己认罪就对了。伫这个坎坷哟，迄个时阵伊受审问的迄个面貌，这是当时的一个高中看到都安尼水水啊，清幽，无想讲遮有2万人死伫遮。这个 S21的教学吼 ，S1个教学，这是后来迄个纪念馆用迄个死人骨头摆的一个图，拢现在伫遐咧展览，互人知影迄个人性的可怕，迄比恶魔更较恶魔就对。迄害家己的民族呢，你敢知影？家己的国家的人呢？竟然这个当时的普帕政权会遐严重。这个坎坷伊安怎讲？伊讲伊对归属基督教了，伊愈感觉家己罪恶真重，所以伊隐姓埋名为做伫迄个国际人道组织咧，伫这柬埔寨工作。但是无人有法度发觉这个新闻哦，包括咱讲拄仔讲迄个 ECCC， 就是迄个战争法庭吼，用2万美金在敲遐个罪证就对敲袂出来，因为有人暗砍嘛。现在高棉也是讲柬埔寨的统治者，甲较早遐拢甲做伙就对啦，伊就退暗号安尼就对，所以联合国用开2亿美金，敢若即个自愿承认，因为伊基督徒信耶稣，伊知影讲即个罪毋通阁暗砍所以才甲伊拆开。所以即个坎坷有伫2010年被判35年的有期徒刑，后来判无期徒刑吼，判无期徒刑。所以照讲，当时应该为着几百万同胞的死负责的这首领，因为安怎？因为后来当作投降就对，归去啊！我当初是统治的代志，拢暗做伙砍嘅，该和解啊就对啦。到现在新的政府和解，讲什么民族和解啦，一切拢过去啊，就变做砍起来，因拢无代志。但是因为这个坎坷由伊家己承认，后来开始追踪，有真侪遐高官有互人来定罪，有人定罪。所以后来亲像2016年，这个有一个第2号人物，就是坡帕下骹有一个叫做龙蟹，互人判终身监禁呢。所以咱这个故事讲，人的罪恶会当用更较侪罪恶暗砍，但是当伊信耶稣了，伊竟然甲家己迄个上见笑、上毋敢讲的事，已经暗砍足久啊！伊若卖继续，伊若继续暗砍，嘛伊当躲过就对啦，会当安享晚年呢。但是伊承认家己。所以伊家己讲，伊现在要站起来，公开家己的身份，并接受审判。伊讲：我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现在是我承担后果的时阵。所以后来有新闻评论甲伊讲，这个人虽然伊作恶作毒，但是伊阁要悔改。就亲像伫十字架顶，耶稣边仔迄2个犯人，一个甲耶稣讲我罪重，但是请你纪念我。伊讲这个坎坷油是红色革命迄个。大无畏革命者是一个讽刺啦吼，讽刺讲伊拢是革命者，其实是杀足侪人的刽子手，伊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伫这个话者用这个故事，甲咱三甲学习，若毋是耶稣基督国外的能力，人实在是袂做甚物。真盼望咱伫国外这时阵，咱当带着耶稣基督国外的能力，你超越死亡，超越迄个咱看会到的世间的价值。因为主将迄个永恒的画面赏赐予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更较勇敢传主国外的福音。即个疫情惹坎的时阵，就亲像耶稣受钉死迄款足沉迷迄款的气氛。但是咱相信耶稣的国外要带来整个世界的改变。现在就为咱们吟首诗来回应主的听，圣诗第98首。这首诗歌就是咱快乐颂所改编的，所以咱真好唱。咱唱1节甲3节，再来做祈祷。
基督教我唱好山呐，庆祝这伟大日子。祷告我一切受造，点睛望呀大喜记，请看旷野沙漠中间，一张大手摊开看，伊的手下风声稳定，天苗听堂响无煞。要来唱第三节。基督教我天顶地，甲正英为各三当。基督信做我命白开，分予受苦世间人。答对撒旦勇敢宣告，提起主已经过我。愿我上帝甲咱同在，安坐这唱好山呐。下面一个短短讲道的时间，第一，遐尼四位，咱做伫主面前甲主讲，主你的告我，毋是只干一个故事，你告我的开力，通过圣神的同在，互我充满着信心甲愿望。我要将这个告我的好消息，帮咱传发更较侪人，互咱享受到耶稣救我的能力。第二，咱为着全世界受苦的百姓祈祷。有的所在无够额医疗，有的所在医生人员伤少，遐个染着疫情的人，伫迄个苦难的中间无人帮助，求主怜悯，互因会当得到及时的救助。第三，咱求主保守咱台湾，这个也有个算作是真平安的所在。求主照顾因带这防疫的官员，咱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因有主所予因的智慧、能力、信心、健康，为咱固守一个清气、安静、美好、平安、幸福的台湾，互咱疫情会当慢慢消退，会当恢复正常的活动。第四，咱为着因为疫情的关系，侪产业萧条、失败、破产，有的人工作失去，求主怜悯，互因会当有主的听，度过这个难关。最后，咱为着咱兄弟姊妹，咱的家内人，有的出国伫别位疫情严重的所在，求主保守因平安。咱的教会长辈，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咧接触到医疗人员的兄弟以及这公众的这工作的兄弟，求主拢保守因平安。最后为家己的信心来祈祷，因为有主通瓦靠，咱唔惊拄到任何的事，拢有主的保守。咱做开声为着这事来代祷。主阮上帝感谢你的稳定甲听堂，是阮保守伫阮中间，阮圣神亲自同在，阮看见上帝你的同在甲喜乐，拢甲阮三甲地地。主你的快乐甲信心，拢赏赐互阮。阮为着世界受苦的人祈祷，求你保守，互因得到好的照顾。阮为着台湾的倒数幸福的所在，会当领受到祝福。阮继续保持这个美好平安，阮紧紧恢复阮的正常的生活。主求你保守阮教会，才会侪受苦的阮参与伫才救助，才会公众人物的这兄弟，求你保守互因拢平安度过这难关。阮求你也保守兄弟姊妹中间有年老兄弟，有这出外伫外地的这子弟，求你拢保守因平安。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你亲自看顾，哈利路亚，感谢你。主啊，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凡伫过活这中间，用无同款的方式来纪念、来欢喜主的过活。主啊，你过活的快乐，毋只敢是一个故事，也是用节目来纪念。是你主你过活的开力是活我伫阮每一个信主的兄弟姊妹身上，无论是伫教会聚会，也是伫网络的中间教本做的聚会，主你的开力当时拢伫因的身上，奉你的名来宣告，主你的开力要互阮看见上帝你的荣耀，互阮有你的能力，会当为主做见证，欢喜服侍主，去帮助更较受苦的人。感谢你，互阮过来的日子，主你将平安来收束阮。感谢你，互阮将国外好消息传予更较侪阮的厝边隔壁、阮的朋友亲人。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即时咱来奉献。本会的经句，诗篇16篇11节，请咱做伙读。你要将华名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我就会欢喜；伫你的正手，永远快乐。诗篇16篇11节，请咱读一遍。你要将华名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我就会欢喜；伫你的正手，永远快乐。我简单来报告，咱来看第2页，下周的事务刚刚，书会是毕志强长老，其他的学生刚刚，请咱来家己看。第3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为着纪念主耶稣荣耀的国活，本会伫今仔日2场礼拜来举行国活节赞美礼拜。欢迎兄姐，无论你是实体的参与，或者是伫网络的顶面，拢做伙同心而乐主耶稣国活的大能甲救赎的大恩，也欢迎兄姐为着国活节做节期感恩的奉献。第2项，原本定伫今仔日要举行圣餐甲洗礼式。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暂停，然后到5月31圣神降临节来举行。第3项，本日礼拜后就要赠送每一位兄姐一粒国活节的彩蛋，请伫礼拜后伫电梯口中集也是招待的同工来领取。也感谢以赛亚牧区的兄姐的辛劳甲有备。阁有一项，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咱第39期的中保大道的事工要延期来招募新的同工，所以要邀请旧的，就是38期的中保大道者。如果你若方便，请继续服侍。你会当选择伫来基督室，或者是伫厝内做同步同时的守望祈祷。求上帝祝福大家。即时要请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讲兄姐，咱本来今日个啊，这是要个包括有圣餐，啊，搁有洗礼吼。毋过因为多合的关系，咱就甲暂安就对啦吼。
渐安就对啊。所以请大家体谅，咱5月31是即个圣神降临节迄天，咱会当真顺序来举行正式的圣餐吼。啊，咱小等下来领即个卵吼，咱有真侪同工早昏昨日足努力拍拼。啊，咱统计讲，顶礼拜吼，大概200个会友来做礼拜啦吼。本来是讲啊，要做220粒，但是咱的牧区吼，兄弟因足有信心讲，爱加做寡，相信讲有较侪人会来，真正有影。第一场就较侪人来啊吼。啊，无一定第二场啦，搁较侪人来，有可能会分无够，因为咱做250粒嘛听。所以呢，咱请才会较有法度通统计兄弟，比如中级啦吼。中级吼，咱第2场才摕，好无？若有剩才摕，啊，若无先让互会友，因这两是一个足有象征意义吼，啊，一个小礼物吼，咱大家做伙来欢喜。啊，咱有关即个武汉疫情吼，咱等下小会开会会当搁做讨论啦。但是目前可能咱会照现在即个模式，吼，但是咱较鼓励讲兄弟呢，你安尼小组家己用网络视讯，大家关怀。啊，甚至做伙查经，做伙祈祷，意思是讲无来礼拜堂，但是咱私下嘛足热的就对啦。无见面，但是大家嘛足认真伫关心、伫祈祷，互咱信仰无因为安尼全冷淡去。啊，疫情都咧洗啊，恁搁愈洗，哇，啊怎拢无了去啊？有人咧足侪牧师咧讲，啊，若开始恢复啊，讲会友怎毋免来啊，拢无来啊，打要安怎吼？我是真都有信心讲，因咱经验着。袂当来教会做礼拜吼，当恢复了后吼，大家爱搁较侪人来才对啦吼。望是这是一个咱的信心的标示啦吼。好啊，搁另外中间有一项就是讲，因为咱参加的人较少，事实咱拄啊，咱的执事咧收奉献吼，伊也足远咱收到一个啦吼。事实咱的即个月的收入的奉献嘛少去啦，啊，咱教会嘛是渐渐啊用，总是有缘咱有即个。内底有报告讲，你若会当用网络的方式，还是去 ATM， 还是讲去银行，用迄个奉献的模式，吼，来继续你原来的关心。当然，咱嘛知影讲，会友中间有人因为即个模式，即个疫情吼，我说工课无去啊，收入少去啊，咱无即个意思哦，就是讲你有困难吼，都毋免勉强哦。但是咱有哪关心遮个经济受影响的兄弟。包括做生意，我相信你减收入足多啊，这拢会拄着的。咱大家人讲共度时间呐，大家欠啊用，吼啊都莫去消费，毋想莫去消，莫去无去外口，安尼四过 shopping， 你都较少开安尼就对啦吼。啊，最后一项就是讲，咱也鼓励咱即马较侪时间伫厝里吼，咱伫周报内底第5点有报告讲，是毋是咱吼？在厝吼来抄圣经上好，抄圣经、读圣经啊，鼓励咱的即教育组鼓励咱安尼到办公室来甲伊买迄款抄经的手册，在厝慢慢啊抄，你的心会平安。啊，无足侪即马发生讲，求伫厝内哦挡袂牢哦，心情歹呢，精神煞影响着。啊，写圣经会互你心平安，好无吼？啊，牧师有特别写一张请安批吼。伫即个第9页的所在啦吼，啊，我原来放伫网络啊，甲咱做勉励吼，啊，咱一寡事工大家继续努力参与吼，啊，愿主亲自保守祝福吼，啊，我想直接牧师就来带就好吼，咱要来唱一条上营的诗歌，这条足活泼的诗歌叫做《歌我歌我哈利路亚》，咱徛起来吟，啊，来做欢喜主的歌我。咱用拍谱啊来做回应来。歌我歌我哈利路亚，歌我歌我哈利路亚，歌我歌我哈利路亚，基督已经过。第23歌继续啊来，点声哈利路亚，点。
甲舒服。但愿主耶稣基督告我的大权能，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施恩保守，甲咱正大家世界同在，直达到永世来无算。阿免。请坐领导来议会。愿主告我，甲你伫地，祝我一快乐。咱伫离开的时来甲接受来领一粒两吼，来做一个感恩，甲祝福，大家顺行平安。